大家好，我係講起 APMG 嘅 Johnson。今次咧，我哋喺呢個置富嘉湖咧就擺車展。咁咧，我哋同場咧就展出咧一共有4款車嘅。第一架為大家介紹咧就係呢架 ES。大家都知道啦，而家呢個 ES 咧就係香港嘅性價比之王，售價只係需要131300蚊㗎咋。我哋暫時咧仲有少量現貨，即刻俾錢，即刻攞車。第二架為大家介紹就係呢一架又好玩又色彩繽紛嘅 Ion V 啦。大家都知咧 ，Ion V 咧係同級裏邊咧設備最拉門嘅一架。例如啲咩啊？雙層玻璃、雪櫃，同埋仲有最重要嘅，佢係同級裏邊續航最長嘅一架車，602公里。第三架咧就為大家介紹呢一架叫做 Hi-Tech HT， 被譽為咧最有品味嘅 SUV。最後為大家介紹咧就係呢架明星保姆車 E9啦。佢亦都係咧香港唯一一架有插電混能嘅 MPV， 真正為大家解決長途出行嘅里程憂慮。今次置富嘉湖嘅車展係由即日起到12月9號。GAC APMG